由1965年起，我哋扎根香港，陪伴住香港人嘅成長。我哋深知香港人嘅要求，同世界傳奇飲品拍住上。香港人想飲就飲呢個簡單願望，推動我哋不斷向前。我哋同客戶並肩同行，為嘅係大家隨時能夠以最啱嘅溫度，享受最暢爽嘅一刻。身為全球最高嘅可口可樂廠，我哋繼續突破，以先進科技守護品質，用創新思維提升效率，確保每個快樂時刻都可以最快送到大家手上。我哋一直走在最前，研發環保包裝，建設本地回收廠，帶領成個行業推動循環經濟。每個創新背後，永遠都有一班堅守崗位嘅人，有默默耕耘超過30年嘅老師傅，有為理想打拼嘅新世代，有父子兩代喺生產線上並肩嘅身影，以人為本嘅初心，驅使我哋建立互信嘅團隊文化，打造安全嘅工作環境，等大家安心發揮所長。唔同背景先可以激發創新，集思廣益先可以突破界限。一代一代嘅薪火相傳，凝聚咗最寶貴嘅經驗同智慧。60年嚟，無論任何時候、任何地方，香港太古可口可樂都為呢個城市帶嚟活力同新意。就算時代點變都好，都始終保持住你同我都熟悉嘅味道。香港味道，香港製造，香港太古可口可樂。